从旧道路到新道路，现在改变很多。所有我们的南九就有线，整个对地方产业方面非常的，对地方农特产品非常有利。这条路做好了，对咱东山呢帮助足大，让咱的农民呢直接运输农产品非常的便利。这条道路呢，经过咱的东湾老街，跟咱青山的老街，致使了咱东山街呢产品运输方便以外，嘛带动周围的观光，尤其咱的林安森林步道希望大家有时间，囡仔甲是大人，会使拢来体验咱东山的森林步道。这个所在非常的好，从有南99、有104之2、105，还有175线，还有104线，总共的长度大概将近了35公里。那改善了大概有道路的一个路基的基底的改善，还有把一个大家比较诟病的人手孔把它下地，然后增加一个人行走的一个空间，还有把相关的周围的一个学校串联起来。那这个工程的总经费大概是2.44亿。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剪彩，东山黑曜金咖啡公路周边观光路线道路完工通车。在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开工。那我们知道山区的道路又多又窄，然后事实上路况也很久都没有修缮了，路况并不是很好。那我们不能只重视城区市区的道路的这个路平，我们更要重视农路以及山区道路的一个堪用。那我们把这个道路整修好，农民的农产品运输更方便，人员进出更便利，以及观光客来也更顺利所以说，我们希望后续的农路的整修以及产业道路的整修计划，我们陆续来进行，也感谢中央跟地方的协力配合，中央也帮忙补助经费，地方也自筹经费，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大家好，我是杨楚怀，欢迎收看8月7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4美国小马吉世界青少棒锦标赛将伫8月9号登场。这届由台南市代表亚太地区参赛，伫美国当地时间5号透早，代表队特别前往参访回答总部的时阵，执行长黄仁勋亲自出来接台，替因加油打气。伫普仔社当中 ，AI 教父黄仁勋就算无用，嘛要亲自落来迎接来自故乡台南市参加美国小马吉世界青少棒锦标赛的球员，欢喜的含大家合影。翕相了后，黄仁勋进伫总部大厅，含球员耍投球，鼓励代表队全力以赴，享受比赛过程。伫出国之前，市长黄伟綽嘛致敬纪念品，亲自勉励代表队教练甲球员。体育总会含在地企业嘛赞助53万的出国经费。暌违很多年，我们台南市的棒球队能够代表国家第一个得到全国冠军，第二个能够代表国家参加小马杯亚太的棒球赛，能够得到亚太区的冠军看到我们同学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练球很辛苦，球艺很精湛，我们充满了信心。经过训练，希望队员会当发挥实力，替国家、替台南市摕得冠军，争取荣耀。台南市代表队的第一场赛事将伫台湾时间8月11开打，到时欢迎市民朋友帮因加油打气。台湾加油加油！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台南市会公务委员会今仔日前往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会勘，会中将对敢会当办演唱会、甲主球场改做人工草皮这议题，甲体育局进行讨论。
7组37个设计打造的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场馆包含成棒的主妇球场、小棒的主妇球场以及2个练习场。经过精英设计甲软实力的工程，是台湾排头前软硬体兼具的场地，也是全国唯一得到 WBSC 认证的球场。不过，原先主球场是设计铺设天然的草皮，因为考量到后续维护因素，市府决定改为人工草皮。如此也让议会公务委员会相当不满，认为市府无顾虑到运动员健康，同时也质疑敢是为了要办演唱会才改铺人工草皮。教练没有一个说人工草皮比较好，都恁讲的迄个对球员的弹跳不会有不规则弹跳，废话，那当然是了啊。伫咱地摊顶面拍球时，那开始弹不规则弹跳，那什么叫做挑战？什么叫做挑战？什么叫做对运动选手的挑战？迄拢是一个挑战。今仔日伫奥运会，这些选手不是都在平整的场地里面打球诶，是你们维护的问题啦。你们做这个人工的草皮，其实是在缩短球员的生命，你们知道吗？人工草皮下面的基底是什么？通常是 concrete 嘛，混凝土嘛。那大家在混凝土上面跑动，是不是他的膝盖、他的脚就会承受更多的压力？所以为什么我很不喜欢铺 PU？PU 就是在伤害小朋友的脚啊。北部的天气跟气候跟南部的是完全不一样，那实质会发生的状况跟情形也会不一样。那当时你们做的报告是怎么样？你要提出来给大家当说服大家啊，不是讲你今仔日讲啊，我得去采访说其他县市的选手，他们觉得是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了解讲，因遐的天气甲气候，甲咱台南是无共款的啊。不是他们那个球员想要的，这伤过喊嘛？你敢不知？外口拢讲你要办演唱会而改变啦。针对议员提问，体育局主秘陈崇义也回应表示：办演唱会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我们发动的原因。刚刚各位一周也都提了，其实人工草皮也可以，天然草皮也可以办演唱会，所以我们真的不是为了演唱会才去变更这个场地。单纯是因为它未来维护的成本，刚刚公局的简报里面也提出来，1年的维护成本差300万。体育局长陈良前强调，专案经过专业评估，观摩天母球场以及台北大巨蛋，基于亚太棒球村会当有整体营运效益以及永续发展，才变更为人工草皮，而且会当客制化，以选手安全为上悬的考量。台南市体育局原定伫咧6号市政会议上提出人工草皮建议，目前因为议会公务委员会会刊离法庭。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是沙巴鱼的故乡，7月开始进入产季，市府为着要让全国民众拢会当食到沙巴鱼的美味，这支饼行销通路特别甲全联福利中心合作，推出促销优惠，有机会抽到顺景做的沙巴鱼。7月开始，台南沙巴鱼进入产季，为了让全国朋友拢会当食上鲜上潮时的沙巴鱼，市府甲全联福利中心以及大润发等通路合作，拄啊规划台南沙巴鱼专区，严格选择冷冻安全的水产甲加工品以外，同时嘛甲饭店合作，由国宴总铺师推出6道创意料理。里面但天开嘛够场到推荐，完全无起哦，会当安心食。那像这个就是我们有代表香麻，就是有川菜的那个香麻口味的虱目鱼柳。那这个就是我们本土的台湾菜哦，西瓜米、沙巴鱼汤哦，这让台南在地的本地菜哦。再来就是我们的创意料理，用我们的玉井的芒果，然后搭配了那个沙拉，然后去做成了我们的香芒果绿虱目鱼，然后这个是鱼柳，我们把它变成球哦，就是有点创意的料理。今嘛免惊饲啦，今嘛有看到无？哦，这吼，咱拢甲饲拢处理好势好势吼，有鱼丸啊，有这鱼肚吼，无饲的鱼肚吼，了后阁有咱这梅哦，你看吼，所以咱已经甲咱沙巴鱼啦吼，已经甲大家会惊的饲吼，都把它全部变成没有，所以讲吼，大家知影沙巴鱼就好食，毋过咧，咱嘛足大心的。
因应今年台南市市府为了打造沙白鱼故乡的金字招牌，民众只要购买相关沙白鱼指定商品，都有机会抽价值15000块的黄金沙白鱼。那我想，不管生鲜的这个货品，虱目鱼或者是虱目鱼料理，都有最好的组合。那在活动期间，从7月22号到8月26日，中间又7月26日到8月22日。中间又可以来消费任何金额的虱目鱼产品，都可以来取得这个抽奖资格。这个头奖有这个5只的这个虱目鱼，纯金的虱目鱼哦，总共有5份头奖哈。那欢迎大家一起来。那在这边，如果购买超过200块钱以上的虱目鱼产品，又有获得20块钱的折扣，几乎是非常非常经济实惠又营养好吃。那还在等什么呢？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全联，欢迎大家来台南，欢迎大家来福尔摩沙来买、来吃、来逛虱目鱼哦。欢迎民众把7月26日到8月2日期间做回来买来吃沙白鱼，也有机会将纯金沙白鱼炸回去。台南新闻军职何秋邦采访报道。市府为着增加新众团体中秋礼爱买起，特别举办联合促销。今年较无同的是，礼盒有大家嘉义台南六间企业所送的优惠好康，希望销售金额会当突破1000万。迎接中秋，由这群新众团体所制作的中秋礼盒，就是因收入的大宗，甚至是维持一档服务所需要经费。所以市府为了鼓舞大家，甲因落订单，增加买气，6号特别举办联合促销，会中10间新众机构的代表，嘛一一用走秀的方式推荐因的产品。大家好，我们是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在地食材，用爱飞翔，喜鹊之礼邀您共赏，缤纷奇遇礼盒，结合在地台南农产品，推出应景的柚香酥，里面藏有大孩子满满的心意。大家打开这份礼盒的时候，都能够幸福满满，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其中每天一间陪同大家嘛当场试食，场面温馨到底。你今年较无同的是，小桥佮大新每下统一超商等6间企业提供有好康的优惠券，前1万客啊拢有加码送400块的折扣，欢迎大家用具体行动来小听。感谢来为我们这个弱势团体点一盏灯，为他们加码的这6家企业，所以非常非常谢谢，也祝福我们接下来这个我们加码的这个社福团，因为今年才现在7月4号，农历7月4号，我们已经开始准备8月15号中秋的，好，大家一起努力，好，那中元节还没到，先准备中秋节准备起来，希望大家可以买很多很多好的中秋礼品，因为大家都要过中秋，这是大节日，你本来就要买的，那能够给我们社福团体高官，然后加上我们许多超商或业者他的一个加码，这是这个 CP 值又高，爱心又高，所以欢迎大家。今年新众团体中秋礼盒联合促销，佮搭配台南400，嘛拢有台南在地特色，希望销售金额会当突破1000万。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伫休热期间举办青少年国乐团训练营，伫名师的指导之下，学生将展开4天的学习课程，同时伫8月10号举办成果发表。市长王伟摕亲自讲了，台南市青少年国乐团训练营正式伫桂林文化中心开训。来自新竹、花莲、金门等各地89名学生，
将接受为期4天的国家课程。在暑假期间，很多的营队，很多的活动，但这个国乐训练营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尤其台南市，在这几年来，许多老师跟同学、家长的努力下，我们的音乐教育都一直在绽放火花，而且事实上让更多人能参与，水准也越来越提高。其中，尤其让人家印象深刻的就是国乐。营队办理到达迈入第3届，以点石成金做主题，课程内容相当多元。透过训练，会当提升演奏技巧。另外，师资阵容非常豪华，邀请到台北市立国家团的老师南下指导。北市国办了大概每年20几届的国乐营，那我觉得我很期待能够跟南部的这些学生能够交流。那因为我每次到南部看各学校比音乐比赛程度都非常好，不会比台北差，所以我希望能够将来能够促成我们北市国的国乐营跟台南的国乐营的合办，把整个共襄盛举，然后把南北串联起来。青少年国家团训练营将在8月10号举办成果发表会，希望会当体现青少年对着国家的传承，也会当促进南北交流，和国家发扬光大。台南新闻小会采访报道。台湾武庙志工协会113年佮举办奖助学金颁奖典礼，台南市长黄伟綽亲自到场颁奖，勉励得奖学生以外，嘛颁赠感谢状予台湾武庙志工协会，表达感谢甲肯定。长期以来从事社区服务及公益活动的台湾武庙志工协会，以实际行动支持教育，帮助弱势。为109年开始开办奖助学金，今年迈入第5档，已经有9000名学生受惠。大家努力去作为这个公益事，这样加油！台南市长黄伟綽嘛亲自到现场颁发奖学金予得奖学生，同时颁赠感谢状予台湾武庙志工协会，对协会诚心表达肯定和感谢。接下来还有好几场那可见我们要志工不仅出力又出钱，为的是能让同学有更好的学习环境。那在这边借着奖学金的颁发，也谢谢志工协会长久以来对于教育的关怀。8月25号我们会在海线这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将军，还有七股，还有白河，我们还有白河还有预警这些部分，8月25号要去做这个颁奖的典礼。今年协会奖助学金包括国小、国中到高中，总共有341名学生得奖，总金额182万。协会嘛号召社会上更较侪善心人士斗阵加入，让弱势学童得到关怀甲协助。希望因未来出社会了后，会当传承爱的精神，回馈社会。台南新闻小会采访报道。台南市把透南城城市展开展以来，已经突破2万人的好评，所以都发觉第2波特别塔价，民众只要伫现场拍卡翕相，就送限量纪念版的3D 明信片甲开示。台南市北透南城城市展对市长黄伟綽伫试营运期间亲自开箱，到7月正式开展以后，就有侪市民甲国内外游客参访，嘛吸引不少政府甲民间单位的观摩。1个月来已经超过1万人好评，嘛算是一摆成功的台南城市外交。所以主办单位都发觉趁暑假热潮，第2波加码推出民众只要伫现场传相片打卡，就送限量纪念版的3D 明信片甲纪念开信，嘛成为台南市北值得收藏的好物。那我们透南城城市展那我们从7月5号开始到9月1号的展览期间，那我们现在目前起来大家大受好评，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多来参加，所以我们第2波宣传是只要能够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有打卡的民众，我们都会送3D 的明信片，还有我们透南城的折扇这个部分就是欢迎大家能够踊跃的来参加
好，我们周五到周日的期间也会有儿童导览，那欢迎爸爸妈妈能够带小朋友来了解我们的台南的我们的文化历史，然后一起关心我们台南的发展。也被参与的民众登记到9月1号，特别是每礼拜5、拜6、礼拜上午，馆内也有儿童专属的导览活动，全程免费。不过每一场名额有限，要赶紧上透南城网站预约报名。台南新闻军职何超邦采访报道。2024文博会8月23将伫台南南赛道文创园区登场，除了有各种艺文展览及市集，更举办音乐节，邀请一些歌手替活动来宣传。由时态音乐甲蓝赛图文创园区管委会合作，连续2礼拜伫咧蓝赛图举办海岛万花筒预热音乐节，邀请众多新生代歌手为现场插入气氛。秋君伫现场人气大爆发，连续再来几首好歌。曾经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甲新人奖的吕强，则是展现灵魂的歌喉。乐天女孩副队长曲艺以甜美开朗得到大众喜爱。李子婷场场表演这首歌曲，互现场每一位民众拢真陶醉。顶礼拜错过活动的民众嘛唔免可惜，因为这礼拜6、礼拜8月10号、11号，将有多个表演团体艺人接续演出。时态音乐甲蓝赛图文创园区管委会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听歌、踅市集。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病人面对着重大手术，唔但有心理压力，更烦恼手术了后会产生并发症，因此基美病院伫今年推设娱乐式疗程，嘛就是为手术前到手术后的照护模式，希望减少手术了后对病人的影响，帮助因恢复健康。娱乐式的疗程是一种手术周期的照护模式，主要目的是要帮助病人手术后加速康复。基美病院对113年开始推行，尤其大肠、直肠外科，以着团队的方式。对手术前的卫教、营养师甲物理治疗师的评估营养状况、心肺的功能，制定手术前的饮食甲复健的计划。后续还佫由娱乐式疗程的各管师协助追踪病人的状况，不但缩短一半的住院时间，而且手术后并发肠阻塞的几率嘛大幅度来降低。所谓的 ERAS 除了一些主动的初级，让病人可以评估病人风险去做治疗之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临床照护的医护人员要导入最新的治疗指引。譬如说，病人鼻胃管不用一直放个4、5天，很不舒服。病人开完刀，隔天20小时内就可以拔掉了。拔掉之后呢，病人就开始吃东西。往往有时候病人会问医生，我都还没有排气啊，我这样子可以喝水吗？其实我们都会鼓励病人说没有关系啊，其实口渴我们就是喝水嘛。并不会说是你一定要排气才会喝水，除非今天你喝水之后会觉得胀、恶心、不舒服，那我们才不要喝。可是大部分病人其实开始喝水、喝舒跑、喝一些流质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反而没有不舒服的情况，就相对不像以前一定要等到排气，病人才可以吃东西，就饿了差不多2、3天的时间。那我们输尿管也是很早就拔掉了，输尿管拔掉之后，病人就不会一直躺在床上，因为他要下床要尿尿，所以病人就很早下床，提早运动。那最重要是有我们麻醉科的帮忙，给很好术后的止痛，所以病人不会痛，他下床行动，他就不会一直因为疼痛而不下床，延迟他的恢复，所以他走向一个正向的恢复的情况下，病人就会越来越好。导入娱乐式疗程，不止手术前禁食时间对8点钟缩短到2点钟，而且手术后24点钟内就用来刷除病位供顶，以及手术后的早日食食。不但明显提升病人康复的速度，而且嘛降低病人手术后的并发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